是你来官兵，对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官兵是我引来。你要按我相信？会用的。除非你敢弄走离开我的地盘。我。收获了一个部落，这件代志，那上奏予福建省的提督知影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向伊同伴大人啊，缀大头啊，咱来敬同伴大人者。来，阿伟，即摆你用你性命，我甲咱相好误会，而且佫撇开所有灾难，我为心来敬佩你，你是阮永远的英雄。来。 对，你永远是阮的英雄。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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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的英雄，大家的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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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雄。妈，你粉摕去记得摕好我啦，记得。大孙啊，莫安尼啦，打也毋是啥物好物件啦，唔通继续聊落去啦。 你三个时阵甲教死我，叫你去钓着无啦？大孙啊，忍耐一个就好啦。我回去啦，解起啦，吼，解起啦。甲你摕来无我挂住你哦。记得啦。小主。水莲，你阿片，紧摕来我记得。小主，阿片拢已经用完了。啥都无要。真正都无剩。 大孙啊，大孙啊，来，这。妈，你来去表小姑啦，去打去。妈，记得。大孙啊，小囡仔小囡仔就好啊，小囡仔啦啊！你袂使见死不救妈啦，记得。大孙啊，好啦，我等你想办法啦。这个，是你买这个，记得。大孙啊，妈啦，快进来啦。你去给他查来回管，记得。 啊，记得，开始去，先去啦。念你到位啊，念你到位。蔡社主，真拄啊好，我拄啊要去找恁，想会到，而且就甲恁拄着。你找我要创啥？无啦。 我都要甲你请安问好啦。免，来啦，行。哎，别动咯，闪开啦！安怎？竟然挡袂了啊？是？我这有今日才为南洋运来的上等货，啊若一批福寿糕哦，唔那是纯啊，这气味哦，哇，实在有够赞。蔡社主，一批福寿糕，就算讲你有钱。 不一定买有哦。好啊。哎，大孙啊，你即马是咧创啥？我是摕互你看，也无讲要互你啊。看爱互你偌济钱，我互你，你互我。蔡社主，我拄则毋是有讲过啊？就算讲你有钱，嘛无一定买有啊。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真简单，你若愿意跪落来叫我一声阿公，这样就是你的。 蔡社主，免开半仙钱，佮有福寿糕通好摕，这机会无常常有的呢。今仔日吼，算你卯着啊，免丢，紧落去跪啊！有可能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都是咩？张书啊，也都要叫人开，免来做迷茫啊！哦，我听你的意思，敢是嫌伤少是？好啊啦！ 你唔通伤幼受骨咯，这是假路呢。你叫东东清完社社主甲你开，你咧明显是咧糟蹋人嘛？打你嘛好啊！哼，
叫社主是互你面子呢。我即马刚看到一个吓阿片吓到要死的菜头囡啊，哪有啥物社主啊？啊，你这个唔正经，你顺啊，卑鄙小人你！你个做啥？做死啊你！啊，唔正经，咋？怎么大水啊？大水啊！好啦，阿坤啊，伫遐街仔路啊起骹动手，是会破坏咱军医院的名声呢。是，大喺边仔好串好。你看，今日要发挥，演技别看所在，忙就这小狗在那看我背。啊好，你今日别去，我爸跟你讲一句。菜头囡啊，你著较委屈的，叫我一声阿公。等下哦，你都有食袂完的福寿果咯。无可能，我当着清官社的社主，绝对无可能。阿公，伊若唔好，我来啦吼，莫讲，我求你啦，一嘴咯。好，算你好交运。无安尼啦，你搁叫两声阿公来听咧。阿公，阿公，乖哈，你稍等下。蔡头囡啊，我阿某啊，唔是迄种讲会到做袂到的人。若是乖乖听我的话吼，就算讲安那了钱伤本，我嘛是甘愿开啦。啊？做袂到，我带紧安怎讲，嘛是掌大旗、敲大鼓的清官社社主，我做袂到。赞，你有气魄。阿东伯啊，阿公，阿公，乖，来，这好寿果，阿公哦，送互你。多谢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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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阿公。菜头囡的，有看的无？莫搁伫遐叫等电啊！袂个，我是社主，我是社主，袂个，袂个，大水啊！好，有骨气。哼，各位啊，恁大家来看，这就是清源社的气魄啦。啊，这菜头囡的哦，不愧是清源社的社主，大家就甲看斟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姐，行，咱来等。要目睭，你偷袂停哦！姐，来，我来啦，姐。上。姐，姐。奇怪，阿南奈租金拢才收一半尔。走，恁代志办到安怎？走，拢照你的交代去做。是讲，想袂到这菜头囡的哦，骨头不了定，搁较安怎，确实就唔愿放较软。是啊，师傅，阮拄着菜头囡的时阵，伊拄啊当咧演鸦片，阮伫福寿阁甲声，叫伊开嘴叫声阿公，伊就是拢唔肯，搁直直讲哦，伊是一个社主，袂用遮尔无骨气。伊若安尼，就表示讲伊还袂食掉。走，那我继续找机会，搁甲试这菜头囡的。免，继续派人送福寿果回食，其他的代志哦，我有拍算伫。是。今天不会的。好佳哉，有较好我就较放心啊。唉，姐啊，啊你是要倒啊？我若留到这，愈看愈刺心。我飞起来走，顾在去啊。姐啊，王牛姐啊，你若要怪，你就怪我。你莫安尼对待社主好唔？无唔对，若要怪，一切拢都爱怪你。看姐啊，啊你来讲安尼啦。你伫阮大孙仔身躯边照顾，你是安怎伫咧顾？顾到互伊食阿便，食到安尼伫咧外面顾在人伫咧糟蹋。食片是我家代志，甲水莲一点关系都无，你莫硬拗。我无错怪伊，
虽然阮大孙兄伊是清源社的社主，伊的一举一动是代表着清源社，毋是伊家己。结果咧，你伫身躯边看到伊伫咧食鸦片，你无甲处置无当去，你有体伫咧用鸦片粉，你安尼根本就毋是伫咧甲斗相共，你是伫咧害伊。好啊，你莫逐摆讲我咧讲我遮咸好无？虽然倒也毋好，啊，你听话乖巧尊重我，伊真真正正甲我当做一个查甫人看待，安尼有啥毋好？大孙兄，毋是讲听话乖巧安尼就是好啦。若真正会替你设想，应该是都爱阻止你去做一寡伤害你家己、甲伤害清源社的代志，安尼毋才对，毋是顺从伊就好呢。我就是介意伊顺从我，介意听我的话啦。敢讲连我大量要管教？我毋是伫咧管你，我是伫咧甲你讲道理。你家己好好想看觅，到底是在什么款人，才是真正对你、甲对清源社有帮助？对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原谅姐，你遮尔有才情，用到头有法度打去千万斤。若是你感觉我唔好，我咧害社主，安尼我离开，我来走。是啊，有啥话都好好啊讲，咱就不甲遮歹看啦。虽然原谅姐，拄则我，真是的，拄则我一时冲动，讲话欠思考，希望你毋通见怪。袂啦，我袂见怪。啊，毋过话阁讲倒转来。为着阮大孙兄，为着清源社，我想要拜托你，拜托你甲阮大孙兄看看者，叫伊毋通阁安尼放荡落去啊！原谅姐，以我的身份，是要安怎会当去考卷社主？你毋通安尼讲，我看会出来，阮大孙兄足依赖你的，你讲的话，伊一定会听。好，我会尽量。真啊，你赶紧叫我来，有什么代志啊？这是我福建来的家书，你看觅。调查派人要来调查你，就是啊，啊调查的人唔知为倒位摕来的风声，讲我伫台湾是贪赃枉法。大人，你是咧怀疑我是？我想是无可能。以咱两个的关系，就敢若是同一条船的人同款。我若出代志，嘛一定牵连着你。我想你无遐戆才对，是啦，大人，我若是要处灭你，我嘛家己厝找死咯。熊大人，这回调查是派什么人要来调查你？麻烦的所在就伫遮，都敢若知影是钦差大人要来，啊，到底是什么人，无人知影。这批内底嘛讲，这钦差大人是微服出巡，我头壳疼。熊大人啊，你也免烦恼，咱双方面来进行。码头是我昆医院的这地，我派下骹手人严密落巡查，你这边也硬派人去查，若有啥物消息呢，即时甲你通报。但愿咱若是调查到这个钦差大人的下落呢，咱才见机行事。老只有安尼啊？对头头啊，过是。阿辉，从今以后，咱就好好来开垦这片土地，
创造更加新的未来。当然，一定。来，这上面。好，多谢。阿母，无咱来走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哎呦，你敢这么晚才来啦？哎，我做这个礼物要用足侪时间的呢。哎呦，阿辉，这送你。哦，这样。那这你无心意啊？刚刚送伊一个，你若真正有心意，应该每一项拢有啊。就是啊，刚才只有送给阿辉，大明星，唔知影介绍。哎，伫我心目中，阿辉才是英雄啦。我真介意，所以我用花做成破链要送给伊。你若是想要治吼，家己去做。这招我是足袂见识。安怎？好，时间无早，我跟阮阿母要赶紧回来阿里山，孩子，阮先来走。阿母，行。阿辉，我会常常去看你哦。阿辉，我袂转去，我跟阿里西，咱当面开困。香兰小姐，你袂用去阿里西，师傅要转去之前有甲我特别交代，无论安怎甲你带转去。你若无甲我转去，我是要向师傅交代。迄是你的代志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袂用去阿里西啦，师傅要转去之前有甲我特别交代，无论安怎甲你带转去。你若无甲我转去，我是要向师傅交代。迄是你的代志，要转你家己转。阿辉，行，要转阿里西。香兰啊，你离开厝的吼嘛真久啊呢。我咧想，你若爹甲恁厝的人吼，一定足想你的。我甲阿辉吼，拢伫阿里西啊。你若有时间吼，会较常来佚佗，那就结在一时。毋过，对啦，香兰小姐，以后时间阁真长，要见的机会真多，咱先转去好无？我会先转来去。阿辉，这环保是环保吧？你爱较注意。你讲啥？你甲我转来你，好了，再见，阿辉，你上面。多谢，再见，阿母。英雄再见，再来。好吧，你莫安尼冲动好不？你无听到迄查某伫咧讲啥？有啦。有你搁过点点。阿兰，有人甲你对无？无，我足细腻的，无人甲我对。你忽然间要找我，有啥物重要的代志是毋？对，而且这件代志非你不可。梁道书？无毋对，这是千万社的梁道书。你摕这话要创啥？到时阵，我会挑带紧签，计甲千万社让互我。这么严重的代志，我哪会甲？就算是我甲，带紧嘛无可能会签吗？我嘛知带紧无可能会签，所以咱要用计签。虽然当初安排你去千万社，都是为着这工，即马时机已经到啊，放出去的线，嘛要收得回。原来你叫我去红台带社主，就是为了要霸占千万社。阿兰，你到底是甲我当作是啥物？是你的工具，还是你鸡毛顶一粒鸡？虽然你听我讲，你啥物拢免讲啊！你实在是足伤我的心的。我搁想讲，你是爱我，原来你只是咧利用我。虽然我对你当然嘛是真心的啊。莫搁逐日才讲好听的话啊啦！想会到你是这款人，我恨我家己，伤过伤心你，是我看唔到人。好，你走。从今以后，我依然袂搁再为情为义做戆代志。你讲啥？啥物戆代志？既然你若要走，我有必知影。阿兰，我为你做遮尔多代志，敢讲我无权你知影？
你敢有想过？你为我做真侪代志，也毋过，我同款嘛为你牺牲真侪。为我牺牲？也若无，你叫是我为什么愿意去伫区大中迄个少年的门下？可是安怎用心计较，想要出头天，也毋是拢为着你。为着我？水莲，你敢知影？我李南自细汉到大汉，从来毋捌有人真心对待我。是你，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温暖，让我知影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爱。我把手抓过，是啊，我李南活第一天，我一定要让你幸福，让你快乐的生活。我唔管别人安怎看我拢袂要紧。我干那想要出头天，甲你装好水水带你入门，让你过着无烦无恼、快快乐乐的日子。所以你才离开清源社，投去孤儿院？无唔对，我嘛知影古大中真难巧，也毋过干那伊，才会当让我早日出头天。水莲，你拄才讲我利用你，你误会啊！我毋是利用你，我是利用区大中。啊，毋过区大中的威廉，阿南，伊若知影你在利用伊，一定袂放你煞的。水莲，为着你，我什么嘛敢，我什么嘛唔惊。水莲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咱的将来啊！阿南，若是过了这关，我李南就要出头天啊！啊，咱的幸福嘛得要来啊！水莲，咱两个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的代志，啊，你嘛食真济苦，我实在唔甘，搁看到你食一点点的苦，受到一丝丝的委屈。水莲，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，搁来斗3工，好不好？水莲，多谢你。小主，你的阿平我甲你传好。迄个阿某，咱来甲我母了，甲我走啦。看我这要目地。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分鬼，所以我要振作，我要做人看，我要忍耐，我要戒毒。小主，我拜托你，你著搁互我奉台你最后一摆好。你敢安尼讲？小主，这是我的命，你唔免管我。啥物代志你讲，我帮你解决。我唔敢劳烦社主。啥物代志你紧讲啦！唱歌，唱歌，讲要甲我卖去琉球的军营做军机。什么啊？伊要哭，这么无人性，伊的心肝生做的，这款代志伊做会落。唱歌讲我的年岁已经超过，免搁踮咧水花流，而且。琉球迄份无要求年岁，计算嘛卖了袂歹，所以你是人，毋是物件，哪会使咧卖来卖去？水莲，无要紧，我会替你主持公道。小主，你要安怎做？我要替你赎身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哎，不错，社主啊，互你等下久歹势了。卫生纸条看嘛。好，来，这边就是卫生纸。啊，你去后书摕来，我签名针签咧。啊，
水莲啊，蔡社做要签字呢，你搁坐咧创啥？文房所帮你准备啊。蔡社主啊，你安尼贵为一个社主吼，阮水莲啊吼，会当缀你的身躯边哦，你是前世人修来福气，我是真替欢喜哦。小妹啊，嘿你免客气啊。是你唔甘嫌啦。小花，哎，社主啊，啊无咱即摆来签字好无？啊，来，哎，也好哦。来，啊个吼，邓手印的，来，印是伫遮。哎，社主啊，还搁一张哩呢。先还搁有一张。当然咯，你一张我一张，安尼大家唔才有证，吼。好来，别个咧，写好。啊嘛爱动手印呢，来，手印嘛爱动者。好，安尼拢好势啊！蔡社主啊，啊等下吼，这张我等互你哦，这张互你啦吼，啊恭喜你哦！啊我吼，那个当遮吼，交叉吼，你当要享受，啊我先出来啦吼，啊你继续享受啦哈。这里不。青湾社即摆已经是我的啊！阿郎，你做了袂歹。师傅，这拢是你领导有方，我是碰到师傅福气，一点仔功劳拢无啦。袂啊，老祖人，恁真足听。参像阿南这款的，有能力搁谦虚，这款人才会成功。以后爱好好甲伊学习，知影嘛？是。阿南，当时我有答应你，只要你代志若是完成，我要甲你升格做总管。我即马宣布，你正式成为昆义宴的总管。多谢师傅。这我也袂生气。虽然，即摆开始你自由啊，想要去倒位你就去倒位，无一定要来咱青湾社。大水啊，啊你安尼讲太对啦，这张袂生气，你开几啊百两啊买断安尼，啊你即摆煞？好啊，罢啦，点点啦。虽然，其实一开始我只是当你是个言外女子，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相处落来，我发觉你甲别人无共款，你是一个好仔呐，你应该有家己的人生甲幸福要过得着。而且你毋是物件，无伤害啥物人的，所以我想要救你，想要帮助你。社主，多谢你。免客气，也毋过你毋通误会，我帮助你，并无代表我对人的感情。我安尼做，只是帮助一个朋友，一个奉献自己的利益，并无其他意思。哦，大水啊，你的北肠较实看。我是爱足佩服你的啦。虽然你会使离开这，重新去过你的生活，以后若有闲，会记得当看一个老朋友，吼。社主，你想到要对我遮好？这无啥。社主，谢谢。社主，请你原谅我。大水啊，你安尼做，唔造成社主的气派。咱青湾社有救啊！咱青湾社有救啊啦！水莲，
你来啊！你咱兄嘛真正无意思，博士我的钱我嘛要来讨，用甲我借的钱嘛欠了肥半年，就当无看到伊的人。真实的啦，阿培兄，阮阿兄又甲我讲过，伊这阵仔手头较无方便，伊才会叫我来。虽然啦，唔通哦，都替咱兄担遐尼多，有时哦嘛要替你家己小拍算一下。我知影啦，我先来走。对了，姑娘，我要登去登山哦，是要倒坐船啊？你的隐形大概才讲。歹势啦，感觉到遮久。姑娘啊，拜托你啦，你甲我讲我要倒坐船啦哈。你要登登山，啊去后尾坐船？无啦，我就是拄遐来啦。现在嘛，这你热着，我这阵来走路，我陪着你玩呢。拜托你甲我讲，刚刚在这附近，倒去较近仔坐船啦，好无？你到底是拄着歹人，啊是咧走路？哎呦，我若真正咧走路，迄也要紧。我照声声甲你讲，你别甲别人讲哦，吼。我是警察代理人啦。啥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别甲别人讲哦，吼。我是警察代理人啦。啥？叫你莫讲我大声。我哪里是笑的？姑娘啊，我早我咧登山的时阵，有人讲我空空啦，无人讲我笑的啦，真的啦。那啥物歹代志，拢叫这歹命人拄着，即摆我拄着一个笑的。哎呦，你搁讲我笑的？这坐坐坐，我证明互你看，有无？黄色的呢，黄色的呢，黄马褂呢。这哦，就是表示讲我是真正警察代理人。哇！我来讲，你若到头头等伊长出来，你来试看卖。哎呦，我若无等去登山哦，我真正命休去啦。春啊，你想看卖啦？若真正敖人也好人，想要来甘仔人这种偏僻所在做官，你爱叫我去掠贪官，我看迄贪官我袂掠着，我头先叫人挡伊啦。姑娘，你是毋是甘仔人这在地人？照青番对无？强奸界对无？会甲人挡头的对无？春啊，你看偌危险的呢！拜托的啦，你搁甲皇帝哦写一张迄万言书甲讲，莫叫我做钦差啦吼。姑娘啊，歹势吼，啊你唔好听阮阿兄伊黑白讲啦。阮兜吼其实自小就做善食的啦，啊有一遍吼，阮阿兄伊吼发烧啦，啊厝内哦无钱请大夫，伊就烧过头，烧到安尼啦。啊即摆看到人吼，就讲伊家己是钦差代言啦，歹势吼，歹势吼。想袂到讲，我有一个爱保带的阿兄，我就足可怜的啊。你这阿兄哦，搁带这种境况，你比我搁较可怜。可怜，你敢知影什么叫可怜？其实我上。阿兄。你啥要干嘛？不出轨，白白查某人安尼又袂共笑。嘿，你咧水面呢？你是钓沙，搁兼水土袂下呢？我若无安尼甲你弄迄个大白金，你哪会精神啊？你敢拍，我甲你甩咧！甩来个甩，安怎啦？你这人哦，足可怜的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是啦，朱大哥，阮兄妹仔为登山哦，到台湾来吼，安尼无依无我啦，啊好佳是拄着你啦，啊若无吼，你咧口气大个啊，春啊！我恁阿兄咧，我是钦差代理呢，啊全台湾我上大，你是钦差代言，晓得你？阿兄，啊老教甲出你这个顶尔呢，你是爱较保重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你搁学袂讲，我就甲你讲，知影无？
我买做金条要地长山。哦，你这做小媒人哪遮粗残哈？总讲恁阿兄头壳歹去，你嘛免甲拍到安尼啊？对啊，恁阿兄带这种镜头已经足可怜的啦，你还对伊较好个啦。无喏，阮阿兄吼，伊迄镜头足严重的啦。哎呀，那大声话，我若无甲讲分哦，伊就会敢若小狗呢，乌白人教。虽然啦，拄则话是你讲的哦，这做小妹的人哦，对阿兄好，这是应该嘛。啊，我即摆咧，身躯无半身，你是毋是会当？即摆有人客伫，你莫讲这好。就算姑娘，咱囡仔去街仔挑一粒退火的药啊，顺续啊，搁订米买一寡食的物件。阿兄，人互你顾哦。有够衰的呢，脚本无轻着无扎紧，就搁顾你这个痟。哦，这个痟的穿遮好的衫，哼，无彩人的面，摕来当做脚本。黄金，那这些我都补啊咧。春啊！我买做金条第二头要地长山啊！春啊！春啊！小狗。出去！你这件衫为落来？大人呐，莫搞迄新衫帮垃圾去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这件衫安怎来？到底有啥地带？你这件衫唔是去偷的，就是去抢的，对不对？大人啊，你是唔通胡白乱讲话哦。啥物我是偷的还是抢的？我买来。你莫咧甲我装笑，这件衫唔是普通人会用穿的，你知无？是安怎？莫甲我啰嗦，缀我来去见大人。阮这囝着某毛水无毛王，无代无志，家己小妹害甲爱做官，啊，命运坎坷。阿兄，你真是啊！对哦。你乖乖倒来休困哦，唔通黑白讲话哦。啊若无，啊，唔啥？你毋捌看过因兜的啊？你老骗婚呢？嗯。可能是火气伤大，我紧来去转药啊。可能也是你较温顺、较体贴，啊，唔知要哪个称呼吼。我叫水莲呐。哦，这个名够好听啦。水莲姑娘，啊，我食到30外，今年还未娶，啊，唔知你会去遐做钦差夫人无哈？哎呀，你也搁讲笑话吼！我着玉春姑娘，你明明知影你阿兄是咧讲笑话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我紧来去转药啊，你莫搁我拍哦。嘿，袂啦袂啦袂啦。阿兄，你莫搁甲人讲你是钦差好无？啊若无，咱就当做你是笑。笑，是你笑我，你笑啊！你阿兄本来讲百姓做好好，你就食我的名，写啥物肃贪万言书皇帝，甲皇帝装笑的，皇帝嘛甲我装笑，叫我做钦差掠贪官。哎，迄人若会做贪官的人，一只牛是剥9领皮呢。咱是人呢，咱是有几领皮通用剥啦。这下阮惨的，命阮坎坷啦。哎呀，啊你是有福气啊，唔知有这个机会哦，他做一款有流名成功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哎呀，啊你是有福气啊，唔知有这个机会哦，他做一款有流名成功。讲就讲一句，成功，
这下老你母落吼，换我100千股啦。做钦差伫长沙是足有势头的呢，一只台湾呢，3年一小贩，5年一大贩，这大家嘛知。啊，朝廷若有人吼，向派来遮做官，毋是死官就死官，假破病假破病，敢若你啦，见头，钦差，我看吼无偌久就变差啊啦。姑娘，拄则大夫是讲桂花水转几分？哦，是三碗水转8分啦。对吼，我实在足无头神的啦。阿兄，阿兄，对，你甲恁阿兄叫来，我是讲要甲请教一下，啊，拄则来无代无志甲一个画面了。阮阿兄，伊较无胆啊，伊敢拍我尔，唔敢拍别人啦。我想吼，一定是你看唔到去啦。叶孙姑娘，你紧看卖有啥物件拍无去无？哦。囡囡无去啊？一定是阮阿兄偷摕去跋筊啦。歹势啦，看恁放去偌济，我陪恁啦。哎呦，陪都掉一百六陪，迄金银财宝伊拢放地哦，看伊爱偌济拢互伊无紧啦。这我嘛知，啊，黄马褂嘛无去啊。黄马褂？黄马褂嘛，黄马褂嘛无去啊。哥，一粒沙尾都未来。报告大人啦，是我捡到的啦。你胡白讲，遐尼贵重的物件，哪有可能凊彩就捡会着？你唔讲吼，我要用刑哦。等，你莫用刑啦。好啦，我讲啦。阿辉。富爸，你哪遮嘞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会定来看你。哦。那，互你食。唔免啦，你食就好啦。袂啦，你一定爱食。你看，大家拢食这哦，干那菜拢无肉。阿辉，你安尼拢无食肉，哪有气来通做事？有食草，唔是共阮拖来拖规工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吼搁做用起来啦，哈。我是替你烦恼，惊讲哦，你会使甲咱那一只狗。阿辉，你紧食看卖嘛，这是我特别为着你哦去拍啦，拍来互你食的呢，你一定爱食啦，食看卖有好食无？好啦，我试看卖啊。安怎？有好食无？好食啊，搁真香哦。你若是介意食哦，以后我大家拢去拍啦，传互你食。不管搁安怎辛苦，我嘛拢唔惊。我要赶紧食饭，搁有真侪工课要做。阿辉，不要紧无？豆豆啊，食啦，你看记住啊吼，我来去有水互你啉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